行政院把令通报平台今仔日开始上线，全台湾的广播真员都会当使用。虽然是徛名申诉，不过会确保内容袂泄露，限定1个月内就要结案。行政院长都用台指示，希望公部门好好啊处理这场霸凌的事件，改变做官的文化。院长觉得霸凌小心哦，小心哦，谢谢。小心啊！最近公部门是一直传出霸凌事件，引起关注。行政院的霸凌通报平台暗算13开始运作，要申诉的人必须要写出家己的本名，重点包括提供多元的通报管道，重视当事人的隐私，透过加密措施来确保通报的内容袂漏泄。有下部会合作，要求权责机关3天内汇报，人事总处来追踪立管，结案的期限原则上是1个月。这个平台原则是在各机关既有的申诉管道之外再多增加一个多元的申诉途径。那原则在1个月内调查的结果要回报。那如果有必要的时候，最多只能再延长1个月。桃园台要求通报平台成立了后，希望公部门好好处理konkr场霸凌的事件，让官场文化改变，嘛改善民众对行政团队的印象。一定要据实调查，而且紧查紧有结果，嘛保护当事人的隐私。隐秘绝对要保密，要保护得好，而且要真的据实调查，同时要速查速决，而且要真正的请到外部来参与协力调查，让整个官场的文化可以改变的话，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样事情都是有价值的。行政院进前嘛传出霸凌事件，一个西藏的处长洪检基讲会乌白来骂员工。对这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讲，当透过院内的申诉评议委员会因应小组的评估，若是有必要，就会随立案来调查。因应小组，那他们会就这个匿名爆料的部分来做一个全盘性的了解，会来评估内容是不是需要正式的立案调查。另外，对于行政院的政务委员苏特马洪爆料讲，过去嘛捌有讲霸凌的情形，行政院敢会相关处置？李慧芝讲，文化部长李婉已经做过说明，行政院尊重文化部的处置。记者综合报道。